乡友们，什么是炸裂的味道？就是这一块沉香了。正区的达拉干的沉香，好闻不过达拉干，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这个是达拉干的这个节油啊，你看一下它这个纹理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我们这个是新品啊，刚刚磨出来，还没有来得及上架。这一块是达拉干黑旗级别的沉香，沉水级的，克重是14克加。太惊艳了，我的天哪！你收到之后，你肯定会非常的满意。闻过之后，真的那种凉，真的是直冲脑门、直达咽喉的这种感觉，有一点像哈密瓜的甜，然后又有一点像甘蔗的那种清爽，很好闻啊，薄荷的清凉都有了，就是它了啊！这一块沉香真的老乡友不要错过。行走的香水，你佩戴上去，真的时刻都能感受到达拉干的这种味道，太美了。喜欢的留言啊。